傅西周在公司楼下等我，他靠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边，手里拿着2个纸杯咖啡。吵架了？没有，他单方面摔东西。他把咖啡递给我。接下来做什么？查雇员公司的账。傅西周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了一点笑意。你怎么知道他的账有问题？他这3年一直在亏钱，宋家的资金去年才进来，但他在那之前就已经在填窟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每次喝醉都会算账，以为我听不懂，其实也听懂了。傅西周喝了一口咖啡，没说话。过了几秒，他问：你要证据吗？你有？顾源跟宋家的合作有一个对赌协议，3个月内达不到业绩，顾源要把公司30%的股份转让给宋家。所以他要娶宋瑶？娶了，就是一家人，股份转让可以作废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他娶宋瑶不是因为有感情，是因为不娶，公司就没了。那这7年呢？我是他拿来填时间的东西。